其實都好感謝前公司炒咗我嘅，如果唔係我都唔會有決心抵下層樓自己開餐廳。大家好，我係阿珍，身邊好多朋友都叫我珍姐嘅。咁我以前喺中華係做寫字樓嘅。其實我同香港大多數人一樣嘅，有份穩定嘅工作，安安穩穩就 OK 啦。但係近年香港嘅大環境的確唔好，面臨裁員潮，我哋呢啲中年人士受到嘅衝擊肯定係最大嘅。一開始我都有啲失落，甚至都要去睇心理醫生㗎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好似被公司拋棄咗，甚至覺得自己冇咩價值，被時代淘汰啊！嗰種感覺我都唔知點講啊！唉，不過我而家都諗通咗啦，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所以我抵押咗自己嘅物業，為中年嘅自己爭返啖氣，想話俾所有人聽，我珍姐仲有價值啊，唔會咁易被時代淘汰啊！以後呢度就係我新嘅開始啦。